好，来继续来看今仔日的台北股市，受到美国股市创下新高点的鼓舞，今仔日是大起到245点，以12607点来收盘。这个苹果的概念股的3支股票，包括台积电、鸿海甲大立光，这个盘中嘛是总起。分析师认为，目前这个大盘进入到整盘的阶段。 长远来看，这个苹果的概念股也是有袂歹的前景，嘛建议着疫情了后再来加入的这个散户，若要买股票，爱知影分散风险。规片红讲讲，昨股市有够歹，今仔日完全无共款，和这个台股大起超过200点，重新徛到12500点这个关卡。 从现在开始会进行比较高姿态的这个盘整来震荡那主要是要消化一些利空的因素，例如比如说华为的净利。苹果概念股3王未开眼潮，正以大江龙头台积电盘中到422块起1.69%，国王大立光盘中有到3580块，小起0.56%，鸿海盘中到77块7，起0.78%。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是从电子股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半导体股还有比较看好这个所谓的瓶盖供应链。你布局的时候也不要完全只布局电子股。那事实上，我们觉得下半年的传产比如说资产啊，比如说汽车啊，比如说塑化啊，比如说钢铁、原物料相关的其实也都有一点机会分析师认为讲，疫情后有袂少散户开始咧投资，对着市场的反应比较较大，较出现恐慌的心理。 建议投资人应该学一寡资产的配置，分散风险，安尼较妥当。